喺呢個 video 裏邊，我哋會學習一下平假名嘅寫法同埋讀音。喺正式開始之前，我哋先睇一下日文嘅結構。首先，日文我哋會讀成日本語，寫成日本語。日本語嘅主要成分包括平假名ひらがな同埋片假名カタカナ。另外主要嘅成分仲包括漢字漢字。平假名總共有46個，雖然我哋話有50音，不過有啲字已經唔用㗎喇。另外片假名同樣嘅讀音，不過有唔同嘅寫法，都係有46個。至於漢字，常用嘅漢字會有2000個左右。平假名主要係用嚟基本構文，即係話造句嘅時候主要係寫平假名嘅。而片假名我哋會用嚟拼寫外來語，計例個外來語主要係由英文嚟嘅，偶爾亦都有法文等等。譬如巴士，我哋會揾片假名寫成バス。領呔 necktie， card 會寫成カード。日文裏邊有5個基本母音，佢哋分別係第一行嘅あ、い、う、え、お。我哋可以收聽一次5個基本讀音あ、い、う、え、お。再嚟睇一睇點寫。呢啲平假名嘅字源係有中文字源嘅，但係我哋而家都冇乜關係㗎喇。我哋首先睇下第一個啊，字源係安全嘅安字。第二個い，字源係所以嘅以字，所以會寫成咁樣。右邊係片假名，我哋會遲啲先再學。至於第三個う，字源係宇宙嘅宇字，不過似乎就唔係太似啦，只有一點似嘅啫。跟住第四個係睇起上嚟好似有啲似個圓字，不過呢個其實係衣服嘅衣字做字源嘅。最尾仲有我哋好似寫咗一個剔手咁樣先，呢筆係連埋嘅，再加返個點，呢個係我嘅寫法。我哋再讀多一次平假名嘅5個基本母音あ、い、う、え、お。可以估下一啲單字嘅讀音，譬如啊同埋い夾埋，我哋會讀成阿姨。呢個係高音嘅位置，即係話呢個係阿姨，唔係阿姨。第二個字加い加上我哋會讀成至於第三個字講嘢嘅動詞い加上會讀成不過讀快啲嘅時候，我哋會讀成 you。 再單一個字寫繪畫嘅繪字，即係畫咁解，呢個會讀成一個高音再落去藍色，雖然寫個青字，藍色咁解，呢個會讀成由於高音喺前邊，呢個字係而唔係5個基本母音以後，我哋會將唔同嘅子音加上い、う、え、お組成其他字。譬如第二行有 K 加上い、う、え、お會變成か、き、く、け、こ。再嚟收聽多一次發音か、き、く、け、こ。我哋可以睇一睇點寫。第一個卡，好明顯呢個係同中文嘅力字有關，不過呢個字源係加減乘除嘅加。至於第二個き字源係幾多錢嘅幾字，雖然唔係好似，不過我哋可以咁記法嘅。佢嘅形狀好似抽鎖匙咁，我哋就當佢係英文嘅 key 咁記咗佢。
第三個く、く字源係長久嘅久字，雖然已經唔係好似啦，咁我哋當揾隻手箍住人哋嘅時候嘅形狀。第四個け、け字源係計數機嘅計字，不過我哋將左邊嘅言字部簡化咗。呢個唔係一個純粹嘅直線，呢個係有彎有曲線嘅。こ、最尾嘅ko字係攞咗自己嘅幾字上下嘅部分嘅 image 而製成嘅。再聽多一次發音，然之後我哋估下其他嘅單字點讀。か、き、く、け、こ。頭先藍色有青，今次紅色我哋會讀成赤、赤，就係呢個あ加上か、讀成赤、赤，寫個赤字，呢個係紅色咁解。至於第二個此，我哋會將か、卡加上き、ki，後邊高音，所以呢個會讀成かき、かき。第三個書寫嘅動詞，我哋將卡加上 ku， 前面高音，我哋會讀成書く。書く、書く。第四個字池塘嘅池字，我哋會將堂學過嘅い、い加上け、ke，後邊高音，所以會讀成いけ、いけ。之後仲有一條鯉魚，鯉魚會讀成こい、こい。就係呢個 ko 加上2個字母。